收到由尖旺的粉絲給渣門發來了快遞，拆開時發來了一把大眾捷達的車鑰匙，過來渣門這邊升級，拿到鑰匙先檢測信號，檢測信號按鍵沒有問題。接下來渣門把拿出工具，把這個鑰匙的舊殼子給它拆開，拆出外殼，取出裡面的主板芯片，然後用主板芯片來進行升級改裝。渣門這邊升級車鑰匙是不分車型的。拆除主板芯片之後，現在看接上渣門準備好的路線，一個按鍵接兩條線。這邊改裝汽車鑰匙是不分車型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升級改裝。現在把焊接好的主板裝到渣門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液晶鑰匙，外觀也可以自己挑選。車標也已經全部都定製出來，裝上主板。現在一把全新的捷達車鑰匙就升級完成。升級好的鑰匙對比一下舊鑰匙，外觀是完全不一樣，變得非常的高級上檔次，非常有科技感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、看日期、看年月份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會升級。靠近車會使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會感應使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靠近後尾箱也會自動解鎖，還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等等這些功能。現在鑰匙升級好了，檢測沒有問題就可以發回去。